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15，箴言19章11安尼讲：人有见识，就无快快受气；下面人的过失，就是伊的眼光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无快生气，佮下面人的过失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慈悲疼痛的天父。主啊，感谢你丰盛的恩典甲慈爱，互阮伫艰难甲困苦中有你的帮衬甲扶持，通有平静安稳的心，靠你来行过这坎坷甲歹行的路。主啊，因为信靠你的要得到快乐。主啊，伫生活中，有时会拄到无公平的对待，有时也会遭受恶意的攻击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有你的款式，因为你是满有怜悯、无快生气，佮愿意赦免的上帝。所以，阮就有见识，就无快快受气。互下面人的过失，成做阮的眼光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